这里就是诗坛，各位驻村小队的成员，这就是未来1个月大家办公的一个场合。你这样子你还来糊弄我啊？你要写2张，他写1张，上面写2个。请假那么难。不知道乡长有什么样的任务要交给我？最主要就是今天晚上的庆生会，然后我们大家会一起欢迎我们的驻村小队。是的，我们刚刚从乡长那边接收了很多的任务。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先从近的来好了，庆生欢迎会，我们来发一下我们今天，接下来稍微要来理解我们今天这个庆生会我们需要有的这个活动。庆生会顾名思义要送礼嘛，对不对？目的上面是希望除了寿星有奖以外，所有来的人人人都有奖，人人有奖，对，奖，按什么奖？什么奖？谁会按奖？是。当然就是说，我们把那些奖，我们隔壁不是有很多的奖吗？就把它包装一下。没有，你连讲几个，我觉得还是要笑一下。你看，有点礼貌，是不是？同情分来了啊！这是让你建立自信心的过程，你要习惯。我习惯。突然噗嗤一笑，就是一个同情。哇！这是贻笑大方。下面的动作是蛋糕啦。就我来做啊！所以接下来等一下有工作的人是你要做蛋糕，然后其他人，然后我们包东西啊，包东西、包礼物、分装以外，还有学校要去探访，对不对？我就是我本人的希望，然后他突然跑一个对什么学校探访？对，因为我就是刚跟乡长碰面的时候，有跟他聊说，想要就是我们想要帮助这边的可能国小、国中，你要去上课，那好想跟他去哦。你要跟我去吗？其实可以耶。我觉得我跟他去蛮好玩的。我觉得我一个人装礼物，我觉得我跟他去也蛮好玩的。那我就一边装礼物，然后顺便做蛋糕好了。听起来这个一定要队长跟你去。没有，我觉得是要他自己去比较好。真的哦。因为他会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会在那边，如果没有帮到他的忙，反而会碍手碍脚。好，那这样子应该就是没有办法，我们真的只能分批进行。懂。好，那就确定了。我们等一下温就是直接出发探索校园。所以我们剩下的部分，我们明天要来继续把它完成。那对啊，那个后面的都还可以再想啊。好，那我们下课。你要敲啊，敲一下，仪式性的。为什么想笑啊？正常吗？好，那现在呢，我们请温温姐姐来跟大家宣导，我们大家拍手欢迎她。谢谢你们，我现在突然好紧张，我坐在这里好了。就是呀，有3种课程，一个是跟大海有关的游泳的，一个是艺术家做东西的，我喜欢艺术。第3个是演员，你们会最喜欢哪一个？我最喜欢表演课。我喜欢表演，我喜欢第一个，我喜欢游泳，但是我去钓鱼。啊，你去钓鱼这么厉害？之前去海边，然后我躺在海边下，然后我喜欢游泳。这边都很热情的，李姐姐这边都不理了哈。不会啊，没关系啊，我觉得开玩笑的。那你们到时候真的会来找我吗？不会，什么不会？不确定，太难过了吧？
发蛋白。早上好，回来了。喂，姐姐。你出什么任务？我看你的材料很特别，我好像没看过。蔬菜啊。啊，是我们客家的那个。对啊，我就尽量就是找一些客家元素，然后我想要做一个是咸蛋糕。好期待哦！古早味的咸蛋糕。那我要帮你什么？就鲜奶油要500克。应该外面也没卖过。我也是第一次做啊，就是试试看。对。做给乡亲们吃的，不计成本。对。那你觉得我们要把葱都给它下去？你决定。给它下去。哇，没有搅到。为什么我们会有没搅到的？对，我们就是要人出包，而且是姐姐出包。对，是我出包。进货。有人一起做蛋糕，好像比较开心，很疗愈啦。很疗愈。刚才美丽的温姐姐说了几个讯息，她要教我们海的共学。我们这边离海也许没有那么近，但是呢，还有好多的大鲸鱼啊、大轮船啊、大虾子。大虾子，对。那他要讲的呢是社区里的艺术家，就像我们后面这个彩绘哈，很会画画，会创作哈。最后一场我要告诉你，这个在台北哈可是很抢手的课程哈。你如果觉得你想要当一个小小的演员的话，这个课就来上就对了哈。所以品杰，我要好奇一下，你会想要参加这哪一个课？有没有喜欢的？比较害羞嘛，笑什么？好了，没关系，谢谢温姐姐，谢谢。我们先把第一特奖先摆在，我们先不要包。好，毛宝要不要来一瓶？毛宝来一瓶沐浴乳。对，有沐浴乳，有沐浴乳。哎呦，卸妆水，就是家人也受益不少。这个我打开，不是我跟你讲，你要直接一箱，不是我们第一特奖就把它放这样子。红哥就很担心，就一直放，然后就越放越多，然后就想，哎，不对了，那这样子其他的东西，如果我们通通都放了，那到时候后面还要送什么？有点空，这边塞不满，就是放卫生纸。哎，对呀，我们有没有送卫生纸？哦，哎，很实用哎，刚刚好，多此一举。对啊，那这样一串，你觉得要贴在旁边吗？还蛮好的。哇，好丰富的第一特奖啊！2个沐浴乳，沐浴乳，帅，洗碗的，帅，好，水包。然后第3喷的防晒，2个都是，这个也是防晒，卸妆有2种，卸妆棉、吸收乳，这个很小，但他脸是有多脏啊？写这么多字啊？农民。博文你好，感谢你哦，到我们诗坛乡来驻点哦。您会到我们学校来协助我们学校上表演艺术课程。是。那您进来对我们来说，在课程的专业度上是会有非常大的协助。了解。我其实昨天刚来这边，然后就一直有一种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反而感觉到自己很舒服、很放松的感觉。是。对。所以反而会想带给他们，可能是比较纯粹的，可能像是陪伴啊，或是相处上。我觉得你这个想法非常好，因为我们诗坛乡是我们苗栗县人口最小的行政区，我们在这个地方待久了，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它所能带给我们的自我对话的珍视哦，我觉得是自己会感受不出来。也许从你一个从外面进来的人，可以带给我们孩子知道这件事情。我是有在想说，因为他们之前上课都是以比较静态为主，对，然后就觉得如果让他们上一些，比如说像舞蹈课程，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兴趣。我相信你的出现对他们来讲就是最大的引起动机，谢谢，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他们大概学生会有多少个人呢？我们学生大概快30个。哦，有到30个。这边有3所小学，然后这边是国中，几乎都进到我们学校来。那另外一个要跟您说明的是，因为学校现在在进行工程啊，所以原来可以上课的环境现在也没办法上。所以到时候我们会跟诗坛国小商借一下他们的礼堂。所以
接下来的3周会有3次。然后是有在想说，如果这个舞蹈最后训练，可能你刚刚说3堂课嘛？对，3堂课结束之后，大家一起做一个可能感觉可以团体一起跳这个舞。然后我不太确定适不适合，但就觉得这样被记录下来会蛮感动的。我觉得一开始让孩子有一个目标也是很好，这也有助于他们在上课的投入啦。我觉得这样子也是非常棒，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你们能够进来驻村这一段时间。会啦，我们那除了上课之外，也许还有其他的需要学校这里一起参与，或我们一起帮忙的。哦，我超不会做美劳的。包个奖，有那么难吗？真的，刚刚我可不可以去问问那边跟小朋友聊天呢？第1名，哎，最大奖。好丑，怎么丑成这个样子？跟他们有包哎。外面只能自己安慰自己说，反正是一种心意的。冷静。第2的，你要拿起来了，你要正面盖，你不能侧盖。对啊，这样子盖才对啊。完美盖。哇！哎，好看多了。我要绑30个这个。对，我觉得这样很棒哈，这样很好，这样太好，就是30个而已，没什么，29个了，剩29个了。人来了，听声不见。喂，还好吗？你在上东西啊，帅一个人在那边哦。帅一个人还在上面，对吧？对，他的状况怎么样？真的吧？就好像中午的午餐消耗掉。也运动到了。哇！哇，这好漂亮哦！按奖，按奖，按奖哦。啊，对，它冷却嘛。我仿佛有闻到蛋糕的香味。可以偷吃一下的吧？去做这种，我的人格怎么可能去做这种偷偷摸摸的事？这是古早味蛋糕，我们都是真的吗？我们吃边边的皮可以吧？不行，这是你做的吗？没有，是这个，这是你做的？对啊，真的假的？真的。因为那个乡长都说他订了一个3层蛋糕了，我想输人不输阵，我们对啊，输阵难看面，想要整块弄过去这样子。那我们吃一点吃看看。不能啦，不能撕啦，没关系啦，不要撕啦，你吃这个边边的屑啦，纸上的，不可以撕啦，纸上的这个啦，你可以吃这个。你有没有给我偷呢？真的有古早味。有吗？我差不多民国40几年的感觉。鸡蛋糕这样子吃。民国40几年，真的。鸡蛋糕。因为我知道我民国54年生的，这个比我那还要再早一点。所以一刚开始我会在这个地方去主持开场，然后他们带动跳。小朋友在这边跳，对不对？对。哇，大家怎么带得到？包含你切蛋糕、有奖征答，你们都会上来的。我觉得这4位不要面向这边好不好？通通面向这边好不好？好，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呢。好，不难。可不可以只开一半？对。哎，这样就好，刚刚那样比较好。我们就是要走过来那个有一点那种黑暗中有亮光的这样子感觉，这样可以。好，1、2、3。Oh my god! Oh my god! 好，可以这样。不要走啊！哇，姐姐，我们成功了！成功了！从白天做到天黑，这个真的是蛮感动的。
坐哦。你们可以坐着。阿五塞六。很高哎，好厉害哦！我都比他矮，但没有关系啊，慢慢长，慢慢长。他们现在就在入场嘛，然后在报道，村长会发给他们摸彩券。主要表演的会是你们吗？他是你们同学吗？他是我弟弟。他是你弟弟？哦，好皮哦。村长。啊，村长，哇，好多人啊！今天我想象不到这么多人。我以为只有大概就30个。我们真的是很努力耶，希望能够留下一个很美好的印象。乡长就说：“哇，今天好多人哦，可能都是因为有东西可以拿。”我说是不是这样？他说不是啦，是因为他们要上电视要看看明星这样，他真的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其实我心里面对于这种活动其实并不陌生。尤其是乡长帮了我们很多忙。我们的驻村小队把我们狮潭乡的好山、好水、好人情味传播水蛇树荫，好吗？好。他介绍了很多村长，然后让我们他们认识我，我们也认识他们。因为每一位村长，他们一定有基本的他们亲和力，所以我觉得大家只要人来的话，其实其他的我并不担心。太搞哦，爱黑水腔水唇。猪唇，谁唇？给崔总，洪都拉斯掌声鼓励一下。那有看过我节目的举手一下好吗？都有吗？哈。哦，阿贝，你没有看过是为什么？你没看过？毛糖。啊，他说什么？没有说客语话，没有说客家话。哦，没看清楚哦。今天呢，非常大的一个感恩的心，有这个机会为狮潭乡的所有的朋友。来服务，我们希望能够融入我们狮潭乡所有的文化，我们要感受一下我们客家文化的整个传承。所以这几天之后呢，你会常常看到我。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打个招呼，来，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另外呢，我们要送给所有我们今天的寿星们一些礼物，有奖征答。对，如果你们知道的就举手。好，我们第一个问题，请问，狮潭乡的乡长姓什么？哦，后面都举手。等一下，我再问你们，请问狮潭乡乡长姓什么？好像姓刘哦。好，答对了！恭喜！有奖征答送饮料，我觉得好瞎。人家想了个半天，但是因为我们老实讲，我们的那些库存真的有限啊，不能太挥霍的话，下就才1个礼拜，我们1个礼拜再下就补货了。驻村小队，请把他们的名字说出来。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知道？高云轩，哦，帅，还有温真言，洪都拉斯，答对了。洪都拉斯姓什么？姓洪，三点洪。什么名字？洪都拉斯。我是真的姓洪啦，但是我不是都拉斯啦，我叫洪胜德啊。狮潭有几个村？好，都可以回答。7个村。 7个村，7个村，答对了，答对了。狮潭的吉祥物是什么动物？石先生答对了。他们本来有问我说，等一下是不是会有奖征答？你可以先告诉我答案吗？我就说，我好像有看到一题在问。我的名字，然后是温真菱、温真一还温真二，然后他们说温真菱，他们就已经先练好了。小朋友来台上来，你们有福了。请问狮潭乡最有名的是什么动物？老鹰。哦，老鹰也算吗？老鹰是有，老鹰算了。狮虎。你们家有没有？只在学校看见。你是看？那是猫。3枪算吗？有人在问了。谁在算？3枪。好，来，小朋友，3枪。保育家庭。 3枪会不会叫？会晚上。它叫什么？它的叫声音你会学吗？来，我们再听一次，3枪怎么叫？像不像？结束之后我下去，他们就说
你刚刚说的都没有问，然后是贴着我的身体，然后就觉得超可爱。报错名牌了，报错名牌。我们首先来抽一个第4奖，得奖的是王秋英。哎，笑得那么开心啊！哎呦，中奖了，恭喜你，恭喜你！哦，有面子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家都是10月生日，走农历10月也可以，对不对？哦，你今天跟谁来？村长啊？不是，今天是他跟村长来。村长生日吗？不是啊，乡长生日。乡长生日你也可以来。我也可以来，我农历10月啊。哦，他农历10月哦，哦，国历好像是明年1月份。30节订婚的。乡长这样还可以。那我们如果说我们家10月份，他们都马上想得到理由哎，只要跟10月有关系的可以来赢拿礼物。谢细梅，东西拿着要走了怎么办？如果这里面没有东西，你会不会很生气？好玩就好。啊？你觉得我好玩就好？对啊。谢谢你，哎，恭喜恭喜！好重。东西的贵重不重要，亲手做的就很有诚意，没有说很专业。可是我相信那些老人家看到应该都还蛮开心。就是一个准备礼物的，就像你的蛋糕也是自己做的，哇，他那个蛋糕我看到好感动。哎，乡长，我们现在要进行这个切蛋糕的仪式啊。好，那请把灯稍微关暗一点，预备。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birthday！ 我今天许的愿呢，一定要讲出来。是啊，那希望人呢，斯坦向前呢，大家身体健康，哎呀，就呢。90岁做的到120岁，80岁的呢可以到90、100、120岁。阿米爸，你要上来这边，因为呢，我就平常情况，他是最老的前辈在这边。哦，来，你看96岁，他身体可以这样子。哎，我很切给乱搞，我很切给乱搞，哈，很用上穷哈哈。生日快乐！恭喜我们10月份的寿星生日快乐！好吃吗？好好吃哦！好好吃哦！刚有福气。刚好中秋节已经吃完月饼，到这个时候吃到这样的味道是舒服的、好玩，而且是想说可以跟在地的东西稍微结合一下。陪着他们彩排嘛，然后老师就跟小朋友们说，等一下你们只要有任何人可以拉到一个人跟你们一起跳的话，才会有礼物哦。我就在那边偷偷希望说，拜托，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拉到一个人。他把他拉起来的时候，我看那个阿北他也很开心，然后他们就开始跳，我就觉得哇太好了，好像大家都很积极的在参与。然后我们后来全部人都起来跟小朋友一起。就觉得那个过程其实很开心。难怪找我们呢，原来是有礼物可以拿。你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擦进就地体点。好。第3首我们要唱《爱世界》。我想说，哎，他不是说一首啊，怎么一首接一首？音乐实在太好笑了。第3首已经唱完了，他就把椅子拿起来，把它放进去，然后就看这个活动啊，等一下就跟我们上去。上去了之后，不是，我们再介绍一个压轴的节目进，然后他又坐回去。
们表演，他们每个眼神哦都好妩媚哦。唱完之后，然后内在是在调情。那女孩子是很含蓄的这样子，男孩子就很绅士，有没有？然后我就已经感受到他们愿意在这个地方花时间来表演，他们也是希望他们的歌声能够送给我们，而且最道地的客家的腔调，我好喜欢那种。小帅有说他如果要表演的话，他要演这个演那个扇子。哎，他们很喜欢表演哎。对，我觉得应该可以再发掘更多的人才。如果我们能够跟他们表演的话，我觉得很棒的。可以吧？要不要演个戏？演个戏哦。扇子啊，那个我帮你演女孩子，我演没有，我男的女的一起演。哎，我们创意要无限，说不定温温也可以演小帅哥。对啊。很感人哦，映轩，你看，真的是体力担当哎，是吗？对呀，感人哦，好感人，我眼泪都快飙出来了。不敢，我们不敢，我们慢慢忍，慢慢忍，我们不敢，对，在这边，来，你的手扶着，谢谢哈，好，谢谢你，老人家，谢谢，慢慢来，谢谢你来，裤腰这边，好不好玩？好啊，到了最好，真的啊，哎呀，过奖了。听乡长说，他就是平常真的都不太出门，然后因为行动不方便，然后在家里面久了，要独居住，然后走的时候才发现，哇，其实真的是走得相当的慢，但是这一段路他都很认真的有移动。今天的来回对他来说，昨天这样子的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没错，要出来多动的话，真的才会动得起来，跟人见到面才不会害怕见面。对不对？就像我平常没有出来工作，碰到人都是超级害怕。啊，今天就是一直有队友，对，这样就被拱起来，就比较不会那么害怕。人是需要出门。我的东西，哇。你们两个也给他一个好看啊！来，用台模戏。这不要受伤。干嘛这样啊？一点同胞爱都没有。没有，有这么生气啊？可是最后那个舞蹈不是我们是什么最后舞蹈？我听到了什么？是最后的晚餐还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吗？什么是最后的舞蹈？什么坑？我不要，我不要。我在排这个。什么是最后的舞蹈？精神状况不太好。没有啊，就是现在在练的舞，你们应该都要会啊。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请上。太卡后，请进。大家好。降头。是这样讲没错吗？降头。大家好。没关系，我们大家席地而坐。来，请往前面站，来，不要客气，来，不要客气，请往前面客气。队形整理出来，来这边排一排，来一排6个，来往前面站，对。我是你们这次的那个教学担当，来，所以我请了一个重金礼聘一个远从三重来的老师。嗨，大家好，李雪。老师好。大家尽量散开一点，就是手伸直，如果可以的话 ，OK， 尽量不要打到对方，然后前后站。好，那我今天会教大家几个，有跳过舞的举手，就是跳过街舞的举手。跳过不好看是不好看，任何舞的都可以，有吗？你们是不好意思举手还是？他会跳，一点点。OK， 好。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风格，它叫做 locking， 然后它是比较偏 old school， 我们有分 old school 跟 new school。那我这一次想要教大家是比较 funky 一点的舞步，然后它的律动会比较多一点。好。那好了的话，我们要开始了。我们先暖身一下。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Wait. Okay, now from the beginning. Hit it, boys.
可以了。要不要了？准备要跳而已就可以了。好，来，手机屁股好。太硬太硬。小风吹。哎，你好，你好，英轩，你好，你好，我是英轩，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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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称呼？我姓林，林大哥，周木林，对，你好，你好，我是师坛分队的小队长啊，小队长你好，对，欢迎我们的那个就是师坛的驻村小队，好，这次来帮助我们，来协助我们这样子，对，来先坐。听说是要帮忙去做消防宣导。我们这次的宣导重点啊是老人家的一些用火用电安全油锅灭火的部分。油锅灭火不能直接加水，没错，因为它会直接喷出来，然后继续烧到别的地方。总共有4个任务，4个任务这么多？对，不是只有一个，因为我们有就是11号啊，好是在永兴社区，12号的话是在那个枫林社区，枫林，然后13号是新丰，17号是在枫林国小，11、12、13还有17，对，枫林国小。那在这个任务当中呢，我们也会让你穿我们的消防衣帽鞋，就是穿上20公斤。哎呦，哇塞，这是人间秘境，一个秘境。我看有鸡耶，这个放山鸡很好吃。可以看到这个腿肉是很结实的。这怎么那么漂亮啊？对啊 ，Hello， 欢迎。你好。你好。我来这里给你参观一下。好，我来参观一下。这位是？他是我。哎，他真有趣。有啊，他是寿星啊。对啊，我真有看到你啊。哇，你的鸡拢是给帮你夹。对，我们这个是圣诞鸡。圣诞鸡啊！圣诞鸡。哇，圣诞节要吃的。来5、6、7，走 ，Muscle Man Lock， 再试一次，5、6、7，走 ，Muscle Man Lock。Go，B，你好，来，我们的师坛的消防成员，帅的、壮的。OK 的，来，请坐。来，我帮大家倒茶，哦，谢谢，哇，那就不客气了，没。来，最菜的先。是。对啊。大家有见过？有。对你的印象就是那个渣男。想睡很久了，因为他演那个当面骂我就是，因为他演那个3只小猪，这个是桑树哦。对，这个才是，它是野生的桑树。哦，所以养蚕的就是要吃这个才对。小心。哎，这整片都是哦。果园哦。对，你看得到都是。一般我都是从这边，从中间，这个硬的木质化，然后这边稍微剪一下，转一下就下来了。不要很丢脸。哎，哇，这个颜色会让人家心情很开心呢。是啊。不低嘛。你都红了，你知道吗？好甜哦。我们就3月底到5月初会采那个贵族笋，这个贵族莲。这边也是你们的？对。它不就整座山了？我看到已经是山呐。还有翻过去到下面。大哥，我刚刚听到关键字，到翻过去，整座山的。采贵竹笋很辛苦哦。你不要这么惊讶。秀一下，哎，秀男生嘛，秀男生是可以的。来，是不用吗？秀一下，是不用。好。哇塞，这是严格吗？说啊，不是靠摆荡上去的吗？说啊，哇塞。哇，这是太厉害！有哎，你很壮哎。OK， 好来，你好哦，我不希望等一下我去压你的时候，你手这样掉下来 ，OK 好不好？所以我们用力，很用力哦。可以。哎呦，那个，我刚才压到你，压一下，是不是以为我走过去就不会压你？哇，可以。等等，哇，好。拿回去吃。哎呦，谢谢呢。
还有鸡蛋，哎，今天生的鸡蛋，大哥谢，今天的哎，一天就生了20颗哎，新鲜鸡蛋。那我们下次来。好，再时间，谢谢，拜拜，大哥会常来的啦。好，欢迎你们。就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大哥大姐，当成自己人呐。来一个月，就是大家互相帮忙，互相帮忙，再来一起来训练，是不是？来跟你们一起训练，一起来训练。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Go one two， 左脚右脚左脚高，右脚左脚右脚高，左脚右脚左脚高。哎，加油！这首歌跳完，哎呦喂！加油，很累，我知道。哪一个运动不累了？告诉我。哎，海毛准备来。慢了，下，踢，踩，再一次。Scooby Doo， 很好，你们会跳舞了。哇，你们的妈这边超好看。今天是我们第1堂课，那因为我希望呢，最后可以拍成一个这样小成果的感觉，所以请你们一定要回去练习哦。维生素，维生素，维生素，维生素。你讲他讲公哈吧。366，志气有点高。365。364。哎，你好。你好。胡主任吗？对。啊，好巧哦，正好要找胡主任。因为我们现在是流感季节嘛。对。打流感疫苗是我们卫生所非常忙碌的时候。好，那就当我们的志工喽。志工很简单，志工要吗？志工要先穿上我们的志工背心，可以吗？哦，我们的背心可以啊。好，那先拿给你。志工背心。那我们要负责打到吗？来，这个是我们卫生所的志工的专用背心。哦，对，谢谢。我们还有一位队员，他待会会来，可能待会还再给他一件。哪边啊？那边迄水腔储存社区的主任啊，高英轩呐。香果。哎呀，姓高嘛。姓高哦。就是香果。香果。听一下，百香果，香果。村长好。村长，我们还是要先量一下那个体温。那还要去出示你的健保卡。有。身份证。有。那个体温卡。红哥，你像警察哎。体温卡有啊。村长，我们先量个体温。好。那如果38度以上，我们就先回去休息。那因为我们现在进入医疗院所都一定要戴口罩。好。那没有戴的民众，我们就直接发给他一个。好贴心哦。对。那再来帮我把他手上贴号码。好，这样子我会了。您已到达目的地。好。来这边又看到你们。哎，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位队员来。你好。阿婆，黄妹妹，阿婆。好，妹妹。这边量一下体温哈，来，我帮你贴一个号码，在这边10号哈。好，阿婆就慢慢来。先生，请先量体温。这样子是怎么跟你量吗？然后用额头靠近这个圈圈，然后手部消毒一下。你没有65岁不能打疫苗，你先进去。好，然后看别人打。去看你要做什么工作哈。好。那你放的位置就是大概在他这个2、3指上面。不要直接这样子，这样子他用在这边他也会不舒服。他等一下会一起定着还给你，我们先去做。138、78，心跳比较快一点。心跳比较快。心跳看到我比较紧张，所以你心跳有90。心跳看到小脸。跳到快，不要乱看呐。心跳快破100了，97。慢慢来。狼不僵。36.5，算正常。血压多少？146。82。不好意思。现在是最忙的时候。还好，反正这个为民服务已经是你很习惯的工作了。看来这个时间要来打的都来了啦。白天已经有了。对，我们昨天打了100左右。哦。不过还好你们没来，不然你们会累死。
真啊，那你们就累死了，不怕累。对啊，我知道，我们就怕我有了们把事情年纪了哈。我现在就深刻感受到有年纪了。我已经快要可以坐在这个地方了。对呀，你有65了吗？应该还没。后面有一个位置，这第12。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哎呀，先量一下体温。啊，记得36.5啊，这边可以消毒。哎，我帮你贴一下贴纸哦。哇塞，这是什么啊？问。哎，你们好，你们好。你好。我们可以喝咖啡吗？因为我们今天是来做志工啊。应该是会有，应该都可以拿。哎，这个要帮忙吗？前面。好。来。嗨，老板娘，好久不见。医生好。哎，你好。你是医生吧？是。穿医师袍了。穿医师袍，然后说我不是医生。我姓陈，你好。陈医师你好。是，你好。一看到咖啡车来就知道要来领咖啡了。哎，对，就是来蹭一下。所以你刚刚也是，你是在工作吗？哦，没有啦，其实我们是约好要来宣传一下“U世代”的概念。U世代是什么？你们有听过艾滋病吗？有啊，当然有啊。听到艾滋病会觉得怎么样？很可怕。小的时候是常常会有人开玩笑，对。但是长大之后有点知识之后，就觉得还好啦，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对啊，我就是想要宣导这个概念啊，就是我们这边有 U 等于 U 嘛。对。第一个 U 就是 undetectable， 意思就是抽血验不到病毒。好，那我们艾滋病毒虽然现在还没办法完全根治，但是只要感染者他有稳定的服药，其实他血液中是完全测不到病毒的。对，第二个 U 就是 untransmissible， 意思就是说它不会传染给别人的。对，就有点像是今天在打流感疫苗嘛。是。如果我打了疫苗，我不会得到流感，我当然就不会传染给别人。没错。那艾滋病毒也是一样，我吃了药，我身上病毒测不到了，而且这个不会传染给别人，它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哦。日常的接触本来就不会传染。对。即使是有，比如说性行为或者怎么样，它其实也都是不会传染的。对，其实艾滋病已经是对现在来说是一个可以控制的疾病了，大家更不需要恐慌。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啊。对啊，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在各个地方，我们其实这台车已经去过台湾20家医院。对，然后发咖啡也发了5、6千杯的咖啡。我懂了啦，就跟我们走过来一样，因为这个很漂亮，然后看到被吸引。然后过来喝一杯咖啡，还有时间可以聊天，聊一聊你就知道啊，原来他们想要传递的是这个讯息。另外，我们也希望说能够给医护同仁一些支持，就是大家一起来努力，让这些观念能够更传达出来，这样子。对啊。等一下，如果有办法的话，可能也可以请你们帮个忙，就是把咖啡啊做个发放啊。没问题。能够了解。然后我们本来就是来当志工的。是啊。血液里验不到。第二个 U 就是不具传染。好啊，那我顺便跟你们分享，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他们等于是只要吃药不会传给别人，那就跟一般人完全没有。完全一样。对，没有。完全一样，就变成 U 等于 I 了嘛。对，你就是我。对，没错。很好。对。你有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这个可以用手机扫。你要喝咖啡吗？你有，那我们拿出来一起喝一下嘛。大家交个朋友。大家交个朋友嘛。你忙完了，我请你喝咖啡。谢谢。那因为这个咖啡是 U 等于 U 的咖啡，你知道吗？什么呢？有个 U 等于 U 就是关于你为什么想要做关于这方面的推广？其实我们有好几个人，大家都很有热忱，就是从我念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跟感染者有相关。如果你愿意好好跟他们聊天的话，他们的生命的故事都是很有趣。对，所以你多跟他们聊之后，就会自然想要为这个社群多做一点。对。你们要喝咖啡还是喝红茶？大家好，现在有空吗？走。好朋友，我来邀请的好朋友。因为我们现在在做一个艾滋病的宣导。我们常常跟病人讲，其实你不认识你前男友的前女友的前男友吧？对啊。所以现在交往之前，大家都先去验一下，就是说
我们也有在推广这个，而且这个是对，但是 HIV 疫苗可以做施打，大家都可以。疫苗目前我们是还没有研发出来。哦，那是另外的，那是另外的。吃药，这个是吃药。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多问一点，我们有医生可以回答。多问一点，谢谢。还能够解哦，而且需求很大。在我们还能够解决的时候，赶快问，我们更快解决。因为很多人对于正确的使用，大家都用不好，用不对啊，等于白用。要全程使用，全程使用。有的人就说我先怎样啊，我先暖机一下，然后再先怎样再带这种。就是我们有深度的研究资料是。我不要再问了。没关系，没有，我们需要你问，因为你有可能是问到他们想问不敢问的，也是乡公所代表。对。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人，他们是可以吃药，稳定的服药，测不到病毒，他可以正常的结婚、正常的怀孕、正常的生小孩，小朋友也可以正常的长大。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这个观念宣导之后，他们可能大家比较不会歧视他们赶快出来检查，他们愿意吃药，那他们就都控制得很好嘛，那我们就不会有后续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陈医师。他就是一直在推广这样子的资讯，让大家知道了之后呢，邓姐就可以跟你的朋友讲，不要害怕，不用那么害怕，可是可以有药物治疗的。你也不用怕他，你不要演成这样，很爱演，对，很爱演哦，对，很害怕。我觉得我们下一出戏要找他演哦，好不好？对，好。哦，说到就做到。我们等一下后面签名。要上电视哦，上舞台，一定上电视这么大的58寸，头就上电视直接。好，小份的，好，就这样，先这样。好。小山，那点什么？我在想我们还有什么任务啊？你怎么这么积极啊？因为我一直被交付有任务。因为你是朱妮，我是朱妮。什么是朱妮？朱妮。比较快会碰到的任务就变成是我们5号要去社区开始进行教学。我主要负责的长辈真的很多，试着怎么样让他们可以跟我们有点融合。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互动的东西，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有活动，算有活动到了。那这样如果分两边比手画脚，对啊，比仙草怎么比？仙草不会比，仙怎么比？这个很难。仙嘛，哦，但是也要考，也要神，对啊，佛，土鸡，我们再来，我们就是趁温真菱不在，然后大快朵颐啊，把弓背花光了。来，学长试试看，我跟你说，bingo 游戏一定要准备。然后还有个游戏可以玩，就是接龙。哦，你懂我意思？他们有时候蔬菜会跟水果搞不清楚，说出水果，你讲番茄，蔬菜抓，他们就会好玩。那个乡长不是要我们办那个摊位，我们干脆就直接请那个咖啡来好了，这样等于说我们今天已经有试营运了。我们先热身一下，小朋友。你们晚上都吃什么菜？你喜欢吃什么菜？高丽菜啊！人家不讲你不讲，人家讲的你们都要讲高丽菜，自己想一个。再喂个屁！美美，你很喜欢放屁哦。你们这3个哥哥笑成这个样子，怎么这样子笑人家呢？你们都不放屁吗？我刚刚放了2个屁，你们都没有看到。放屁要看得到还得了？我们今天台风过后呢，会有一些灾害要抢救。那路树倒塌的部分有我们可以去帮忙。说实在话，应该帮不上忙。帮不上忙。你们还好吗？嗨，大家。你明天不在，对不对？红哥明天请假，明天我会替补红哥的位置。带你队长喝喝看。明天的那个社区服务是70岁以上的老人为主。你们有玩过比手画脚吗？大象。电视。你怎么会那么厉害？
来，太快了。